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摇人无才，摇猪无台”，意思是举止行为态度无够定着人，一般是无啥物才能。做人都要稳重，才会得到人的敬重甲信任。啊，若客袂在猪呢，一般拢是破病猪啊，无适合台来食。去年非洲猪这爆发的是，咱台湾嘛出现真济病例，当时全台湾的猪农拢真紧张。加在经过农委会及时的因应，顺利防止疫情的扩散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比较较值得信赖的星座，分别是处女座。这款星座的人追求完美，做代志真认真。金牛座的人做代志虽然讲动作有较慢，抑过答应你的代志，伊拢会尽力去完成。摩羯座的人嘛是做代志真稳重，互人感觉真值得信赖。双子座的人真巧，这真灵活，处理代志拢会真圆满。今日这讲俗语是：摇人无才，摇猪无台。